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ice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款無線可視門鈴。咁門鈴同埋鏡頭咧係分開分體嘅，唔使連線。呢個係可充電電池。如果你諗緊想裝一個監控喺門口，同時有具備門鐘嘅功能，但係你手機又想睇到嘅話咧，咁你呢一套無線可視門鈴，你可以擺喺室外，跟住充電式嘅，一次充電可以用到幾個月左右啦。呢個咧係有 sensor 嘅，咁你個 sensor 有人經過你嘅門口或者撳呢個門鐘嘅時候咧，咁你嘅 on 咧就會自己着，跟住佢呢個係支持手機無線遠程監控嘅，咁你就係可以連到 WiFi 之後咧，有人行過呢個鏡頭行過你嘅 cam。或者撳呢個鐘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手機有通知，跟住呢個 mon 又可以同時睇，同時呢個係可以支持10幾億卡去錄像嘅。肯定住 ，hello， 邊個行過呢個鏡頭或者撳呢個鐘嘅時候咧，佢可以將所有嘅影像都錄分低，同埋呢個有帶夜視，夜晚都可以睇到嘅。有大 mon 又唔使拉線，可以充電嘅，手機又可以睇到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呢個無線門鈴嘅諮詢，歡迎嚟華強北電子世界立威金控，可以嚟揾我哋，又可以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立威 CCTV。我係 Alice，有咩問題隨時可以留言俾我。